洋樓去指定。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咧又有新消息啦。由2025年2月起，社署就加多咗4間內地嘅院舍入計劃裏面。而家呢一共有15間院舍俾香港嘅長者揀嘅。咁雖然有部分入住率都唔係咁高，但係咧有多幾間揀下咧都係一件好事。遲啲咧我哋會帶大家去參觀一下。而家咧我哋要拆解一下咧，好多人問深圳嘅深業宜居佢嘅收費先。如果你係經社署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嘅長者咧，膳宿費用、護理服務費、個人照顧費同埋基本嘅醫療費用咧都係免費嘅。但係消耗品例如日用品啦、尿片、傷口敷料等等咧，就要自己俾錢買啦。入住院舍嘅時候咧，仲可能要預繳醫療嘅按金，俾需要入住醫院嘅時候使用嘅。退院嘅時候咧，係唔會計利息咧，就退翻俾你嘅。另外其他增值服務咧係要自費俾錢嘅。例如你想由社署標準嘅3人房升級到單人房嘅話咧，咁就要俾多2000蚊啦。又或者咧，你要去佢嘅康復醫院睇中醫、西醫、做針灸、做物理治療等等咧，都係要自己俾錢嘅。社署咧係冇包呢啲費用噶。上大灣區養老嘅長者同家人咧，可能最關心都係醫療嘅問題啦。長者病咗咁點算呢？小病咧係可以到樓下康復醫院睇醫生嘅，咁就有9折嘅優惠啦。掛號費咧就俾5蚊雞，藥費咧就由10幾蚊到100幾蚊不等嘅。大病咧係可以用醫療券去港大醫院啦，又或者附近2間嘅3甲醫院嗰度治理嘅。車程咧大概半個鐘到啦，車費就要自己俾啦。喺深圳市指定範圍之內咧，院舍係會提供每年4次，每次4個鐘嘅陪診服務，以及每年12日嘅醫院住院陪護服務添。如果要返香港醫治，院舍係可以安排1年4次，免費送長者去到最近個關口。之後嘅交通同埋安排咧，就要由家屬治理啦。如果有需要，院舍咧亦都可以幫手打120，就叫救護車去就近嘅醫院度求醫嘅。又或者咧去關口接駁香港嘅救護車，去到最近嘅北區醫院急症室求診都可以嘅。深圳叫救護車咧係要自己俾錢嘅，費用大約咧係400-500蚊一程就去到關口噶啦。如果情況唔係咁緊急，院舍咧亦都可以代叫無障礙出行車送去關口嘅。收費咧就係同滴滴一樣啦，唔似香港咁叫輪椅的咧，真係貴過的士好多噶。如果你唔夠資格申請社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即係代表你叻啦，可以自理到。自理到，但係又想入住深業宜居嘅話呢，只要佢哋有位，你又有錢咁就得噶啦。不如我哋咧又睇下佢點樣計先。佢哋收費嘅原則咧係分3個部分嘅，房費啦、服務費同埋餐費就係啦。2025年最新嘅價錢呢就係咁嘅。先講下房費先，就唔同房嘅價錢呢都係唔一樣嘅。標準嘅單人房呢，每月就係7800蚊，豪華嘅單人房呢，每月就係8800蚊，標準嘅雙人房呢，每月呢就係9600蚊。面積細啲嘅1房1廳呢，每月就係10600蚊。而面積大一啲嘅1房1廳呢，每月呢就係13600蚊嘅。服務費呢就係斷人頭計，每人每月呢就係收1000蚊，就包咗管家啦、運動娛樂、醫療保健、清潔、
WiFi 同埋有線電視嘅服務㗎。餐費呢亦都係斷人頭計嘅，每人每月收1500蚊，唔想包餐呢就係唔使俾啦。咁自由點餐呢就係斷餐計，每餐呢就大約20-30蚊到啦。水電費呢就係另外計嘅，用幾多呢就收幾多。如果你諗住住2個月以上，仲要俾1000蚊嘅首次入住物品設施費，咁啊包咗呢個個人床上用品同埋部分嘅日用品，咁呢個呢係一次性嘅收費嚟嘅，仲要交低1萬蚊嘅醫療按金，以備入醫院嘅時候需要。咁退住嘅時候呢，就會無息退還嘅。計埋，如果單人入住呢，第1個月最少呢都要帶定21,300蚊人仔上去嘅。咁啊包咗單人房7800蚊啦，服務費就1000蚊啦，餐費就1500蚊啦，一次性嘅入住物品呢就1000蚊啦，仲有呢個醫療按金1萬蚊嘅。今次呢就講住咁多先。下次呢，就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同埋大灣區養老嘅資訊呢。記住推介呢條頻道俾有需要嘅人睇啊！